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1月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2篇第1节到第7节，第10节到第14节，以赛亚书第60章第1节到第6节，以弗所书第3章第1节到12节，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到第12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外邦福音。今天是教会历所定的主显节，是耶稣基督降世的福音向东方的博士，就是外邦人来宣告的日子。耶稣降世的预言记载在2本福音书。路加福音第2章看到了圣经记载天使向牧羊人们报佳音，这个记载是耶稣基督降世的当时。以及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2章记载着东方博士他们看到了启明星，因而就起来跟随启明星来拜耶稣。这个时间大约是在耶稣基督降世之后的2年。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基督宗教的教会历里面定了这个主显节是在圣诞节之后的1月6号。因为基本上这2组人来敬拜耶稣基督是在不同的时间。特别我们看到东方的博士，他们所代表着是远远在东方的外邦人。今天就是教会以及基督徒纪念这个救恩，就是向外邦显现的恩典。不但纪念，也要记得领受主的呼召，成为外邦福音的使者，如同保罗一样。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到12节的经文当中，我们有看到记载的3种不同的人。一是领受启明星启示的外邦东方博士，其次是代表着犹太选民传统的犹太祭司们还有经学士们。圣经记载说，希律就召集了所有的祭司长和民间的经学教师，问他们基督该诞生在什么地方。他们就回答，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先知曾这样写着，犹大地区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邑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有一位领袖要从你那里出来，他要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第3组最后就是那一位握有政治实权的分封王希律，他其实也是代表着选民传统，但是他却是因为呢在政治利益上还有其他因素影响之下，远离了上帝的信仰，这样的一个代表。甚至他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代表，虚情假意的。他的作为就很像那个出卖耶稣基督的门徒犹大，他在出卖耶稣的时候所表现的那一种亲密。希律对外邦的博士们说，于是希律暗地召见了东方来的星象家，向他们查问那颗星出现的准确日子，然后就吩咐他们前往伯利恒，说，你们去仔细寻找那小孩子，找着了就来向我报告，
我也好去拜他。这一些代表的选民并没有真正的领受上帝的启示，他们拒绝接受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赐下的救恩。他们更是在希律的命令之下呢，残杀了犹太2岁以下的婴孩，只是为了想要保住自己的利益。祭司们以及经学士们则选择在知识上知道预言，但实际上却是忽略或是拒绝这个救恩的预言。他们是否有阻止希律王的残杀令呢？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圣经同时也没有记载他们去追求敬拜耶稣基督。领受呼召成为外邦使徒的保罗这样对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说道：因此我这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囚徒的保罗，替你们向上帝祈求。你们一定知道，为了你们的益处，上帝赐下恩典，把一项职务托付给我。他启示我，使我知道他的奥秘。以往上帝没有向任何人显示这奥秘，现在他借着圣灵向他的圣徒和先知启示了。这奥秘的内容是这样子的：借着福音，外邦人得以跟犹太人同享上帝的福泽，他们是同一身体的肢体，并且分享上帝借着在基督耶稣里实现了的应许。由于上帝特别的恩赐，我做了这福音的仆人，这是按照他大能的运作赐给我的。虽然我是所有信徒中最微不足道的，竟蒙上帝赐给我这样的一个特权，得以把基督那无限丰富的福音传给外邦人，使全人类知道上帝怎样实行他奥秘的计划。以往的世代，万物的创造主上帝把这奥秘隐藏起来，目的是要在现今的世代，借着教会，使在天界执政的、掌权的都能够知道上帝各样的智慧。上帝这样做是根据他永恒的旨意，这旨意已经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身上实现了。借着基督，信靠他，我们得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相较于当时候在耶路撒冷王宫里面的那一群人，包括希律王，包括祭司们以及经学士们，保罗给我们非常重要一个很棒的一个典范。福音不是给特定的族群的，而是给万民的，当然这包括了外邦人。保罗说，这奥秘的内容是这样子的：借着福音，外邦人得以跟犹太人同享上帝的福泽，他们是同一个身体的肢体，并且分享上帝借着基督耶稣里实现的应许。以赛亚先知也这样的预言，他说：你看见了这一切，要禁不住的欣喜，你的心会兴奋跳动，从海的那一边，金银滚滚而来，万国的财富不断的流入你手中，从米甸、以法、骆驼要成群结队而来，
他们要从示巴带来黄金和乳香，人民要颂赞上主的作为。这也就是外邦人敬拜耶稣基督的预言。所以我们知道外邦的福音非保罗开始的，其实就是旧约就已经预言上帝的启示，上帝的旨意。甚至我们知道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受呼召的时候，他就是外邦人了。福音救恩是给万民的，这是非常确定的事了。诗篇第72篇第1节到第7节，第10节到第14节。上帝啊，求你把公正教导君王，求你赐给王子你的公义，这样他就会以正义治理你的子民，以公道对待被压迫的穷苦人。愿全国享受太平，愿全民共尝正义，愿君王以公平维护穷苦人，愿他救援贫乏无助的人，并打击欺压他们的人。只要太阳照射，月亮发光，愿你的子民永远敬拜你。愿君王像雨下在草原上，像甘霖滋润大地。愿他在位的日子正义伸张，在有月亮的岁月国泰民安。第10节，他施和群岛的君王要来向他贡献礼物，示巴和西巴的王也要带来供物，诸王要在他面前下拜，万国要服侍他。他救援向他呼求的穷人，他帮助贫苦无助的人，他怜悯软弱贫寒的人，他拯救穷苦的人的生命，他救他们脱离压迫和强暴，他看他们的生命为宝贵。谢谢上帝让我们能够得救，虽然我们不是原始的选民，因为福音是给万民的，不是给某些人专属的。求主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的呼召，不只领受福音的救恩，也让我们成为外邦福音的同工。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